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站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姑娘是我是碰不上小地上见了，多敬王亲啊！哦，这么小孩了。哪么碰不上小地上见了，多敬王亲啊！哇西，哎呀，啊！哇，哎呀，那无代志，这整安尼敢会坏诶？你计是我整家安尼哦？若不是要来看秀玲，我哪需要冒这个险的？为着秀玲，哎，我甲你讲啊，较早我无答应，即马竟然要孝顺啦。哎，遮济人，你嘛为着你家己安全小考虑，对老了不要看你甲警察讲，就甲抓去啦。我知影啦，总讲一句吼，你可袂当我去互人抓去。哎。迄个阿喜啊，敢是秀玲的男朋友？啊，伊毋是几只？是啊，这阿喜啊，这毋惊死的。阿姨啊，啊你哪会坐遐？你是规暝拢无困了？别动！哎，大人啊，你念着啦，因为小妹啦，因食嘢啦。你说陈大喜？不是，带走！你念着人啊啦，阿姨啊，你念着人啊啦，你莫念阿姨啊，有囝啦，莫念有囝啦，莫念有囝啦，你念着啦，哎呀！阿母，你是安怎啦？阿母，哎呀，叫你啊去啦！阿母，你莫安尼啦，姐姐，阿母。阿母，媳妇，你做的好事啊你，给我进屋来。妈，你不要脸的女人啊你！啊，你明明知道他是个男人，你还把他带回房来啊？你是趁着地震的时候两个人联合起来把国家给害死了你！妈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。我跟您一样，到今天才知道阿喜婶是个男人。那你那天晚上跟他睡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他是个男人呢你？啊？我们睡觉各睡各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骗谁呀你？孤男寡女的，睡在一个房间里，根本不知道他是男人啊！我的国家儿死的好冤呐！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了你好了，你别到哪儿去！不要管我！妈。
到底承不承认？我承认什么？对呀。哎，王队长，嫌犯已经抓到了，不是那个做警察的陈昭喜。哦，你是干警察的？是。回去。害我反帮你。阿母啊，阿姨要走是交代，也付我保重身体，你嘛加减食淡薄啊。阿母啊，那安尼啦，我安尼明仔载哦，我去做一个神主牌啊，互你拜，好不好？你莫再拍切水啦，人敢死啊呀！我就甲你讲过啊，若真是死哦，我嘛要看到尸体啦。阿母，师姐，阿母，哎呀，你无事哦，回来啊！哎，真好真好，来，阿春啊，紧来煮一碗猪脚面带阿喜啊！哦，我请你食。我转来。哎，来放你转来啦。误会啦，干咩干？呀，哎呦，我做婆啊！怎么可能有影响啦？我就知哦，你的心肝啊，你好，哪有可能做迄种代志？哎呦！哎呀，你是要去倒啦？啊，张太太和是咩？伊已经走啦，迄个外甥婆走的时阵，佫去噗噗呢，讲什么你诱拐伊新妇啦？我看是新妇倒贴你。师姐，你袂安尼做对无？母啊，我即摆去买猪脚哦。好啦，我紧去啦。阿喜呀，阿母哦，绝对相信讲你唔是迄种人啦。啊，是讲迄张太太哦，讲你拢甲伊新妇困做伙，啊，你不怪人受气呀。你不要这样！我讲了3天10里他会明白的。人都可能明白的，他明白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他明白你引狼入室，他明白好人看到，他明白你给他戴了顶绿帽子。国强是傲死的。妈，真的没有，你要相信我。妈，我真的不知道阿喜婶是男扮女装的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难道您不知道吗？我嫁给国强以后，我努力维持这个家。别的男人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，怎么搞的？不明不白，一夜之间我就跟一个男人同在一张床上，我自己都呕死了。啊，这事轮不到你死，该死的是我。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妈，你让我去死好了，你死吧你！国强，是咩啊？国强，你还给我国强！是咩人呢？你还给我！是咩人呢？喜妹，是咩啊？喜妹呢？喜妹呢？你去找她呀！喜妹，喜妹，喜妹，喜妹啊！你在哪里？快死了！喜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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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妹啊！
妈，妈，好了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啊，好好休息吧。蒋妈妈，喜梅，现在你已经脱离险境，孩子也保住了。下次千万不要那么任性啊！有什么误会解释不开的呢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还不是因为你的缘故。要不是因为我当时一时的不忍心，竟然害得我自己唯一的清白也被人误会。喜梅，妈怎么会不信任你呢？啊，我是气糊涂了呀，才口不择言的。你是个好媳妇儿，我比谁都明白。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我会想办法补偿你们的。我这条命也是喜妹捡回来的，只要我陈昭喜活着的一天，我一定会尽到照顾你们的责任。哎，我们一家咋被你害惨了呀？你不负责任还怎么的？妈，我们回去吧。医生说喜妹要多休息，不能再受刺激了。我不跟你回去，不想再被人误会了。你不回去去哪里呢？到我家，好歹有我跟我妈妈照顾你啊。喜梅，都是妈，人老了，这脑筋转不过来。咱们只要做得正，还怕别人闲言闲语的？啊，我这个做婆婆的都不计较，这别人有什么权利说话呢？可是没什么可是不可是的，你需要休息。你再跟自个儿身子过不去，那妈可就真要生气了。撑得住嘛，小心点啊！张太太，啊，你转来啊？哎呦，喜妹是安怎啦？哪来面色较歹看？我先回去休困啊。好，放心点，紧休困，较细点吼。啊，张太太啊，你吼莫安尼乌白想啦。那阮阿喜啊吼，甲恁喜妹无可能有安怎啦。阮阿喜啊介意的人吼是秀玲啊，就是伊啦。啊，就因老爸吼，若肯安尼点一个头，阮念咪啊吼，就随便甲带转来做阮的新妇啊哩。对不起啦，都是我破坏了你们家的气氛。这阿喜能够洗清冤枉，我也很高兴啊。可是他不应该男扮女装骗我们嘛。阮是一安尼做，也是不得已的啊。伊若是无装查某，可能就活袂到即马。张太太，恁一家伙啊吼，对阮阿喜哈尔啊好的温情吼，伊无可能放袂记的啦。啊，即马伊对喜妹好吼，我那是咧报恩啦。这点吼，我挺好证明的啦。我不是不相信我媳妇，我是怨呐。哎呀，不甘心呐！早知道他是个男人呐，我就不会让喜妹跟他同房啦。啥物啊？你是讲恁喜妹甲阮细姐，因两个？张太太啊，阿喜是我生的囡仔啦，我足了解伊的个性，伊的做人吼，会晓讲是正人君子。啊，搁再讲哦，你嘛无应该怀疑你的媳妇，毋才对。我怎么会不相信喜妹呢？我是不放心那个阿喜呀。现在我才知道国强为什么走得那么不甘不愿的了。他是不放心不瞑目啊。阿姆，天要暗啊，啊无我先来转。好啦，啊无你转去，较细腻哈。好。张太太啊，喜妹吼是一个真好的媳妇啦。你唔通搁安尼甲怀疑东怀疑西，若是安尼搁继续落去哦，你叫伊是要安怎做人就好。
老天爷呀，真是不公平，给了你儿子活路，却绝了我儿子的命。哎，江太太，秀玲呢？等你啊啦。哪会等你呢？问你家己啊，你若是无做对不起人的代志，人哪有可能无插你？秀玲，你站倒去啦！你偌下夜专讲我洗后头，才要请你外口食饭，还要在等几步，这个样会唔对？阿伯啊，无要紧啦。明天秀玲小姐若是有时间哦，我阁就去找。他你扫走。我去阿喜因兜啦。哈？你搁走去遮后警察站招去啊？因兜？秀，你是无听人讲哟？迄个阿姨啊，甲迄大田带外省个查某安尼高高甜，好啊刷去，互人安尼因大家哦，甲掠出来就撞人面头前，甲骂到袂听的，吓死吓情呢。我甲你交代哦，后摆要甲伊高高甜啊！爸，你莫有白讲啊！秀玲小姐，阿伯是无白讲，拄则阮咧食饭的时阵哦，确实有听到隔壁都有咧讲，这件代志哦，阿爷嘛有听呢。是啦，秀玲啊，你若搁要甲阿喜迄种人斗阵哦，你家己较细腻的，唔通叫牵咧戆戆说。阿母啊，我感觉四姐甲迄个外省查某吼，好袂啦，莫搁讲啊，好无？啊，你安尼吼，规工安尼直滴滴答答，啊，你这个嘴敢袂酸哟？我安尼嘛是为着四姐好啊，若无我就无想要讲。哎，阿母啊，我感觉吼，互迄两个外省婆仔住伫个车，是足无妥当的呢。无妥当？啊无你敢会有人怀疑讲阿喜啊甲喜妹？我毋是伫咧怀疑啦，阿母啊，俗语伫咧讲，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厉害。即款代志上惊人后背团，你讲对无？哎哟，嘴生伫咧人的身躯，要安怎讲就随在人啊。阿母啊，话袂用安尼讲啊，你毋通袂记去呢。迄个外省查某已经有结婚啊，伊当然嘛毋惊。啊，毋过细节就无共啊，伊到即马还袂结婚，内声若是拍歹，以后啥物人敢嫁伊啊？啊，袂啦袂啦，秀玲哦，也毋是一个无明理的查某囡仔啊。我才毋信呢，你无看到秀玲要走的时阵，结一个面枪。阿母啊，你若是希望四姐较早结婚哦，莫互两个查某人继续住落来。啊是讲临时临夜要叫人搬喺倒啦。喜妹，你去休息，这妈来整理就好了。没事，妈，坐，我来。张太太啊，啊，恁敢真是今仔日要搬啊？哎呦，啊，恁的心妹吼，身体安尼虚着，安尼敢扛得起？不搬行吗？我怕你们家阿喜啊，打一辈子光棍儿啊。唉，唔是我老古板啦，迄有心的人吼，是袂用安尼乌白搬厝的呢。唔拄好若去动着胎神吼，对伊家己嘛唔好啊。不要紧啦，我来阮店遮就是暂时的。搁再讲，即马阿姨的冤枉已经洗清啊，我来继续搁再住落去，一定有人讲伊那话。对啦对啦，阿母啊，喜妹讲啊真有道理呢。伊若是继续住落来，若对四姐无好，对喜妹的名声嘛是有影响，你讲对无？喜妹，外面的板车准备好了。哦，无安尼啦，我来倒搬啦。哎，来这我来替你搬。哎呀，真方便啦。四姐，我跟你斗3工搬啊。来，真顺来。哎，来，慢慢行。我来。多谢你。